大家好啊，又係我泰利啦，好歡迎大家翻到嚟泰利台收聽收睇我哋嘅節目。都有好一段時間呢冇同大家講下香港嘅劇集啦。咁今日呢，想同大家講下呢最近喺香港正在上映緊嘅一套港產嘅電視劇《三命》。嗱，《三命》呢套劇呢，其實都相當之來頭都犀利嘅，因為點解呢？因為呢部劇呢係由杜琪峰導演親力監製嘅，係由佢嘅製作公司啦銀河影像咧去負責製作嘅。咁係呢個劇就同呢個 MakerVille 合作啦 ，MakerVille 即係 ViuTV 啦咁樣。咁我以前都曾經講過就係話，即係我覺得 ViuTV 嘅劇咧，其實ViuTV 嘅製作方式係點樣咧？佢永遠都係外判嘅，佢就會將一個數目嘅 budget 啦，咁樣就判咗俾一啲製作公司咁樣。咁製作公司就會自負盈虧咁樣去承包咗嗰個製作。咁然後就製作翻相應嘅集數去俾電視台去播映啦咁樣。以前睇 ViuTV 嘅劇咧，有個好嚴重問題就係永遠都覺得係好緊絀啦，所有嘅資源啊，所有嘅拍攝啊，所有嘅 scale 啊都好緊絀啦。另外就係題材似乎都係偏向於比較商業啊，甚至乎係好追求新啊，好追求一啲新嘅類型啊，年輕嘅類型啊，可能好希望就係話能夠同可能無線電視嘅劇啊去有一個分野，咁所以變咗就係話有陣時我哋睇一啲ViuTV 嘅製作咧，可能我哋會有一啲新鮮感，譬如話早排嘅，即係都好多人講嘅呢一個弊家伙我要去忽魔啦咁樣，咁係一個比較新嘅類型，就係呢啲奇幻嘅降魔伏妖嘅，即係比較係日系式漫畫感比較強嘅比較次文化啲嘅一啲奇幻劇嘅內容。咁但係佢仍然有一個問題，就係佢製作又係嗰個問題咯，好陽春咯，又係好唔夠錢拍咯，然後又係衰收尾咯。我就冇睇到呢個劇，但係就根據我喺網上面睇到嘅一啲資料或者係一啲睇過一啲片段，我有個感覺都係一貫 ViuTV 劇集嘅一啲問題咯。咁但係三命呢個劇呢，雖然好坦白講，三命喺製作上呢都係有好明顯嘅問題嘅。但係佢能夠做到一樣嘢，就係話佢真係完全由製作人佢用佢哋自己嗰個能力去彌補到嗰個資源或者硬件上面嘅不足。咁所以三命呢個戲拍出嚟嘅感覺又好，嗰個執行又好，或者係內容都好呢，其實佢同 ViuTV 甚至乎係同而家香港時下嘅劇集呢都係非常之唔同。甚至乎你可以咁講，呢部係一部長篇嘅電影。因為佢喺拍攝上邊嗰個所謂嘅電影語言啊，成個敘事啊、技巧啊，其實都係偏向用一種比較電影化嘅方式去講故仔。而有好多香港電視劇嘅通病，包括係對白太多啦，畫公仔畫出腸啦，或者係橋段太過理所當然啦，呢啲呢喺三命呢都反而係比較係得到改善嘅。咁或者嚟緊咧喺呢一個節目嗰度咧，就首先想同大家講下咧三命呢個劇嘅內容先。三命呢個劇因為而家仲播緊，咁佢啱啱播完一個禮拜就播咗頭5集，佢全個劇咧就係12集嘅。咁但係咧佢嘅第一集咧係特別長嘅，咁我可能會當係 1.5 集甚至乎係2集啦咁樣。咁所以應該如果咁講的話咧，佢就應該係播2個星期，而佢一頭一尾2集係特別長嘅。咁但係好離奇一樣嘢就係話咧，三命呢個劇咧喺呢個圈子嗰度已經講咗好耐噶啦，就係話呢個杜琪峰要同 ViuTV 搞一個電視劇，但係一直都知道有拍緊，一直都知道叫三命，甚至乎我認識嘅某一啲人都喺呢個劇裏面有份做嘢添。咁但係一路都問呢個劇究竟幾時先拍完呢？幾時先得呢？一路都冇一個好定論嘅答案。每一年嘅 ViuTV 嘅節目巡禮咧都有講到呢個劇嘅。我諗如是者講2-3年噶，但係都係只聞樓梯響。香港咧近呢幾年咧好得意噶，有好多嘅都市傳說噶，但係咧開始都一一兌現啦。由好耐以前嘅明日戰記啊，到而家都仲未出街嘅呢一個風林火山啊咁樣，但係開始都有啲苗頭啦。而呢個三命咧就可以話係電視界嘅一個都市傳說咯。而呢個都市傳說咧嚟到呢個2025年咧就終於都兌現啦。咁所以你而家睇咗第一個禮拜之後咧，咁可以咁講係都幾百感交集嘅。開心嘅地方就係即係見到杜琪峰導演咧，即係就算佢唔係自己落場拍，但係喺佢嘅監製底下咧，仍然可以見到就係話，即係香港電影或者係香港影視咧，都係仲係有啲希望嘅。希望嘅意思就係話，雖然有啲嘢我已經做咗100次，
但係仍然係可以盡力去用佢嘅能力去 refine 佢，或者係將所有一啲曾經拍過嘅嘢再翻身，然後去賦予一個更加大嘅題目。包括三命呢個戲咧，點解叫三命咧？就係因為佢係想講一個人物，但係可以有三種唔同嘅命運，而呢個三種嘅唔同嘅命運咧，都只係一個假設嚟嘅啫。其實可能係喺而家大概大家都好流行講嘅所謂平行時空嘅呢個理論嚟講啦嚇，可能一個人能夠有唔同嘅平衡軌跡嘅。如果你冇做呢樣嘢，做咗第二樣嘢，你嘅命運又可以有另外一種。佢呢個劇只不過係用咗三個故事線去呈現三種不同可能出現嘅命運。好啦，真係講下呢個劇究竟講乜啦嚇。嗱，三命呢個劇咧，其實咧佢係聚焦於一個人物嘅，呢個人物叫駱澤信。咁啊，信仔咧就係喺1960年代出生嘅。咁故事嘅開端呢，就係講到佢點樣嚟到呢個世上啦。咁啊，陳佩斯飾演嘅林寶燕咧就係信仔個媽媽。咁咧佢喺生產信仔嘅時候咧，亦都經歷咗好多嘅痛苦，因為佢係七星仔早產啊，所以變咗就係話咧，信仔咧喺嚟到呢個世界嘅時候咧，係已經係所謂來回地獄又折返人間，喺一個生死嘅關頭邊緣之下走咗一圈，然後佢好命硬、好命大，又或者可能係命運之神眷顧啦嚇，令到佢能夠堅強地生存咗喺呢一個世界上邊。但係喺佢成長嘅時候，佢經歷咗好多嘢，包括就係屋企環境又唔係幾好啦，然後佢有一個唔係咁成才即係唔係咁屬性嘅老豆啦。咁飾演信仔爸爸嘅就係張錦程啦。咁啊，張錦程呢一個衰老豆咧就係雖然屋企有老婆有仔女，咁但係問題就係佢自己咧都係其身不正嘅，就都係嗰啲啦，有外遇，識咗第二個女人，成日都唔翻屋企，變咗咧喺信仔好細個嘅時候咧，佢媽媽林寶燕咧就已經要係所謂嘅母兼父職啊，直情係即係承擔埋屋企所有嘅呢啲所有即係生兒育女啊、養育兒女嘅壓力啊咁樣。咁但係咧喺呢一個咁樣嘅成長嘅過程之中咧，信仔咧仍然都係一個對於未來好有憧憬嘅一個年青人，尤其是佢喺中學時候，佢好中意畫畫，佢好中意畫漫畫，佢甚至乎因為喺學校畫漫畫咧，秘密地交咗一個筆友，佢一直都好想知道咧呢一個同佢以畫會友嘅朋友究竟係點樣啊！直到咧佢因為一次嘅意外啦諗住整蠱下呢一個咁樣嘅筆友咧，就先至發現到原來呢個筆友咧係一個女仔嚟嘅。呢個女仔就係林海琪。咁當然啦一個年輕嘅少男遇到一個年輕嘅少女，當然會嘗試希望能夠發展一啲感情啦咁樣。咁但係偏偏咧，信仔第一個命運嘅轉捩點咧，就係喺呢一個 moment 嗰度發生。嗱，如果大家有睇第一集咧，就會記得佢知道呢一個林海琪咧就已經係退學啦，要離開呢個學校啦。佢好想去追呢個女仔，去揾佢做朋友又好，咩都好，但係佢好希望能夠同佢能夠打破嗰個所謂淨係以畫會友嘅關係。於是乎咧，阿信仔咧就大家有睇過第一集就記得嗰個追嗰個紅氣球嗰個場面啊嗰個場面就係信仔追住嗰個紅氣球，佢好希望透過嗰個紅氣球能夠揾到呢一個女仔。咁喺呢一個 moment 咧，就發生咗三個可能性。第一個可能性就係信仔跟住呢一個紅氣球，真係追到呢一個女仔，佢揾到呢一個女仔嘅住處，佢叫呢個女仔，而呢個女仔都回應佢。雖然呢個女仔啦就即係整蠱翻呢一個信仔，但係佢哋的確係因為咁而建立咗一個友情，而呢個友情係令到信仔從此以後都放唔低畫畫呢樣嘢。所以喺嗰一刻嚟講，雖然林海琪離開咗香港去到英國升學，但係令到信仔一路都惦記住佢，為咗要同呢一個女仔拉近距離，佢絕對冇放棄到佢中意畫畫嘅夢想。於是乎喺呢一個時間線，第一個時間線，信仔喺成長之後離開咗校園，就成為咗一個港漫嘅漫畫家。呢個係第一個生命線。第二個生命線就係信仔去追呢一個紅氣球，但係好可惜佢追唔到呢一個女仔。呢一個氣球吹咗去另外一個地方，但係喺呢一個 moment 反而信仔見到另外一個佢最唔想見到嘅一樣嘢，就係佢發現到佢爸爸有外遇。佢跟住爸爸同埋嗰個外遇去到一個餐廳，
佢竟然見到原來佢媽媽都喺個餐廳嗰度，咁可想而知，媽媽亦都有跟蹤住佢個爸爸啦。林寶燕又跟住佢個老公啦，亦都已經知道咗老公有外遇嘅呢個事實。就係嗰一刻開始，屋企就發生咗翻天覆地嘅改變。爸爸開始唔翻屋企，屋企得翻媽媽，而駱澤信佢已經要肩負起屋企唯一一個男人嘅呢個職責，因為媽媽同佢講，佢捉住隻手同佢講，我得翻你就你要生性。於是乎喺嗰一刻開始，駱澤信就決定，我唔再畫漫畫啦，我唔再發夢啦，我要腳踏實地做一個揾到食嘅人去養活呢個家庭同我媽媽。於是乎幾年之後，佢成為咗一個畫則師嘅一個繪圖員，然後佢慢慢地就喺嗰度開始有自己嘅家庭啊，生兒育女啊，但係仍然係好希望能夠咧係以嗰個家庭為主，因為老豆又唔生性啦，阿媽開始越嚟越老啦，自己又有自己嘅家庭啦，佢變咗喺第二條時間線嗰度，佢要經歷嗰樣嘢就係我如何能夠用一個繪圖員嘅方式繼續喺個社會度向上流呢？於是乎佢就開始有一啲嘅選擇啦，例如成為公務員啦，又或者係出去創業啦，或者係跟佢個老友去投資啦。喺嗰啲咁嘅 moment 底下，佢經歷咗好多唔同嘅可能性同選擇。呢個係第二條線。第三條線呢，亦都係更加之離奇啦，就係講到咧呢一個信仔咧喺中學嗰度諗住追個紅氣球，希望去揾到呢一個女仔林海琪，但係佢一出學校門口就見到佢由細玩到大嘅老表阿龍，就係呢個胡子彤飾演嘅阿龍。阿龍呢個人咧細個已經開始咧不務正業噶啦，去士多偷嘢啊咁樣，但係因為佢同阿信仔咧真係好老友嘅，而呢個老表咧亦都係成日睇住阿信仔嘅，所以咧兩老表咧可以話係有你有我。老表咧有難嘅時候，表弟亦都會幫手。而喺呢一個咁樣嘅 moment， 當信仔追咗出去學校嘅時候，佢一出學校就見到阿龍，而阿龍就叫佢一定要上佢架電單車度。於是兩老表就去到一個魚欄嗰度，而阿龍咧仲話要將佢最心愛嘅電單車送咗俾信仔。點解呢？原來阿龍咧佢係接受咗社團嘅一個咧所謂死士嘅任務，要去殺一個人。喺一個好混亂嘅情況底下，阿龍喺呢一個刺殺嗰度，佢自己反而受咗傷，佢冇辦法殺到佢嘅目標，而完成咗呢一個刺殺嘅任務嘅，就竟然係信仔幫到佢做呢件事。嗱，雖然咧完成咗呢個刺殺任務咧，但係點知道咧社團唔認數喎，社團淨係話喂，阿龍，我就係叫你買隻手啫，你點會懟冧佢噶？咁樣搞到阿龍咧就要亡命天涯。信仔見到表哥咁慘情好似俾社團係擺上台出賣咁樣，於是乎咧佢就搏暈咗阿龍，自己走去認頭，成為咗階下囚。喺呢一條時間線嗰度，完全就逆轉咗啦。信仔就成為咗一個坐監嘅青年，到佢坐完監出嚟之後，一個所謂嘅監躉啦，亦都好難喺一個社會上面立足。而阿龍咧，因為當年俾呢一個信仔咧去幫佢孭咗鑊，佢自己咧亦都喺江湖上面有所發展。於是乎咧得勢嘅呢個龍咧就投桃報李啦，就照住咗啱坐完監嘅信仔。從此之後咧就開始咗第三條嘅呢一個咧黑社會嘅江湖線。信仔就跟住阿龍揾食，點知道阿龍咧亦都遭到仇家伏擊咧，就俾人斬死咗。從此之後咧，信仔咧就繼承咗阿龍嘅喺江湖上面嘅一啲資產啊、兄弟啊咁樣，就進入咗呢一個江湖大風暴嘅呢一個情況底下啦咁樣。咁好簡單一個禮拜啫，就已經咧發展咗3條故事線。同一個人物，一個年青人，竟然可以同一時間成為一個漫畫家，成為一個公務員，亦都成為咗一個黑社會嘅新紮大佬。好奇妙嗬，但係咧呢啲正正就係咧所謂咧編劇嘅魔力，就係話其實佢點行點寫，佢個命運係點樣，完全都係操縱喺咧編劇編審佢哋嗰支筆嗰度嘅。所以呢個就係一個咧創作上面好奇妙嘅一樣嘢。而其實咧透過呢一個創作咧，亦都可以講到咧，其實我哋嘅生命，其實我哋嘅命運係咪亦都係操縱住某啲嘅上帝之手嗰度咧？咁樣，我覺得咧杜琪峰咧。呢個劇咧好有趣，即係嘗試用呢一個咁樣咧不同命運嘅方式嘅展現方式咧，去話俾大家聽，其實命運咧有好多個可能性，但係同一時間咧亦都可能有好多宿命嘅存在。咁雖然咧即係3個導演，我自己會覺得啦佢哋都拍得好好嘅，
喺嗰個戲劇嗰個張力上面咧都處理得好好啊。嗱，3個導演咧就包括啊張家傑導演啦、黃偉傑導演啦同埋李子俊導演嘅。咁啊黃偉傑導演咧就係負責漫畫家嗰條線嘅，咁啊張家傑導演咧就係負責公務員嗰條線，而黑社會嗰條線咧就係由李子俊導演去負責嘅。咁我覺得咧，其實咧，銀河映像嘅電影咧就以前我哋一路都好中意睇杜 Sir 嘅戲啦，咁亦都有係好強烈嘅風格啦。咁但係其實演員咧都佔一個好大嘅部分嘅喎。我自己會覺得咧喺杜 Sir 嘅戲裏面咧，啲演員係特別好睇嘅，因為咧我相信咧杜 Sir 咧對於佢哋嘅表演咧係個要求係非常之高嘅。所以咧大家如果睇三命的話咧，雖然呢個戲係佢監製，但係咧據說咧。阿杜 Sir 咧喺創作啊，甚至乎喺排戲嗰度咧，佢亦都係參與好多。佢係一路咧佢會有一種好明確同埋一個好硬淨嘅一個要求。咁我覺得咧三命咧呢個劇咧，即係首當其衝啦嚇。即係除咗個劇情啊，或者係嗰個講故事嘅技巧啊、導演嘅處理之外咧，演員嘅表現咧，絕對係呢套劇咧一個好重要嘅一個 highlight 啊！咁當然啦嚇，如果你問我嚟講咧嚇，我第一個一定要睇咧，就一定要睇信仔阿媽飾演林寶燕嘅陳佩斯啦。咁陳佩斯咧其實就係天下一嘅藝人啦。咁佢加入天下一之前咧，就其實已經喺呢行都好多年噶啦，就係喺無線電視嗰度出身嘅。咁佢做過嘅角色都好多嘅，但係真係坦白講冇乜邊個係俾人記得嘅。咁啊又做過一啲劇集啦，甚至乎係兒童節目都做過啦咁樣。咁啊，近呢幾年咧都係簽約俾天下一嘅藝人。咁啊，雖然都拍過唔少戲嘅，但係都未係好似今次三命咧有一啲咁吃重嘅角色。而事實上咧嚇，三命裡面咧呢一個阿媽嘅角色咧，可以話係頭嗰幾集嘅一個定海神針嚟嘅。尤其是我覺得係頭3集咧，尤其是喺講到信仔喺成長嘅過程之中咧，喺佢面對嗰個成長嘅困惑啊，又或者係嗰個學業啊、興趣啊，甚至乎係面對嗰個生活變遷嗰度咧，其實阿媽咧個反應咧，對於阿信嗰個影響咧係好大嘅。尤其是佢頭先都講過啦，喺阿信仔屋企咧就發生咗呢個好典型嘅一個家庭嘅問題，就係老豆嘅外遇，咁所以變咗就家不成家。而林寶燕呢個角色咧就係佢喺一個咁分崩離析嘅過程底下，佢仍然盡力希望能夠用佢一人之力咧，去將呢頭家咧去穩住。於是乎佢寧願就係話老公出去出軌，佢就唔想提嚇。個仔為佢抱不平，佢甚至叫佢收聲，寧願大家唔出聲食飯就算數啦咁樣。即係一個好傳統、好典型嘅一個中式嘅婦女，嫁雞隨雞，嫁狗隨狗。雖然老公有千般不是，但係佢都係處處容忍，亦都將佢個仔視為佢人生唯一一個所謂追求嘅一個目標啊，就係希望能夠養大佢，希望佢成才去繼承呢一個屋企，去維持住呢個屋企。所以變咗咧，林寶燕咧呢個角色咧喺頭嗰幾集咧係一個非常之重要嘅存在。而陳佩斯喺演繹呢一個角色個大起大落嗰度咧，都係演繹得非常之好嘅。喺佢嘅人生之中咧，譬如話佢遇到呢個早產啦，信仔咧生出嚟咧就唔足月啊，所以變咗咧就係有啲問題啊，就要擺喺個氧氣箱嗰度啊。即係有啲係覺得咧，好似直情係養唔大一個咁嘅情況。於是乎嗰幾場戲咧，陳佩斯咧係將嗰個作為一個母親含辛茹苦，將一個蘇蝦仔生咗出嚟，但係咧又驚佢養唔大，又驚佢捱唔到呢一關。但係去到真真正正抱喺佢嘅時候，嗰種咁樣嘅釋懷同埋嗰種咁樣嘅快樂，係完全係透過演技，當然係透過導演好好嘅鏡頭啊，或者係嗰個鋪排啦，係真係能夠透過個演員嘅演出咧，去演繹到咧嗰種母親嗰種咁樣嘅對細蚊仔無私嘅愛。我自己覺得。而去到後面，譬如話佢知道老公去咗出軌，嗰場戲又好好嘅，喺個餐廳嗰度即係個仔跟蹤個老豆上到嚟，見到個老豆同條女打情罵俏，一望過嚟，原來咧阿媽已經坐咗喺另一個角落度，喺度食緊個蛋治，喺度埋伏緊啊！即係要扮食客啊！咁啊，因為唔好咁揚啊嘛，因為跟蹤得咁啊，喺度食嗰個蛋治，但係食嗰個蛋治咧充滿苦澀。佢就係擠落個口度，好苦澀。佢見到個仔亦都好羞愧。嗰
個仔又陪佢一齊食，大家咧就執嗰個蛋治相對無言。又係咧另一方面咧，佢好妙喎，佢用食物用得好好喎，即係兩母子喺度啃個蛋治係充滿苦澀，即係充滿冤屈。但係另一方面嗰對咁樣嘅奸夫淫婦咧就喺度鋸扒喎，係咪先？即係嗰個牛扒啊，嗰個鐵板餐同埋嗰個蛋治嗰個對比就非常之好。但係最勁嘅一樣嘢就係話，陳佩斯呢一個老母咧，佢食完嗰件蛋治咧，佢就同個仔講：好，食完好走啦，埋單。跟住落嚟，你知唔知佢點咧？佢知道一件咁大件事啊，即係呢頭家基本上係散噶啦，但係佢竟然做咗一個大家都想象唔到嘅一個行徑，佢竟然帶埋個仔去買餸。我覺得呢個編劇真係寫得好好，係非常之現實。係一個60年代出身嘅一個咁樣嘅傳統女性，佢面對老公有外遇，佢可以點呢？佢咪就係去買餸，然後翻屋企煮飯咯，然後希望即係鴕鳥政策，希望個世界唔變咯。但係個仔又抵唔到頸，於是乎係鬧走咗老豆。即係我覺得呢幾場戲都係寫得非常之好，佢係出乎意料。你以為佢會大吵大鬧，你以為佢會同老公攤牌或者點樣？對唔住，反而呢種咁樣嘅無聲勝有聲，呢種咁樣嘅即係好矇塞地要為着個家庭將所有嘅嘢忍氣吞聲。所以一個女人最大嘅功用就係走去買餸煮飯，佢希望能夠繼續飾演自己嘅角色。我覺得呢幾場戲寫得非常之好。而陳佩斯喺嗰個餐廳嗰度，佢將嗰個蛋治擠落個口度，將嗰種冤屈夾硬擠落個口度，既羞愧又憤怒又不平，但係又無奈，好複雜。我覺得嗰個無論係編導演都係非常之出色，所以我覺得今次呢頭嗰幾集呢，即係其中一個 MVP 呢，一定要揀陳佩斯呢個阿媽，真係演得相當硬淨。我覺得亦都好有杜琪峰電影裏面嗰啲女性角色嘅影子啊，就係無怨無悔，可以為佢哋嘅男人去死嘅。咁當然啦唔同嘅女角都為唔同嘅男人去犧牲啦。而林保燕呢個角色咧，就係為咗佢個仔咧，駱澤信咧，就係無怨無悔咁樣去承擔所有嘅嘢。所以咧係，我覺得係呢個可能係杜琪峰對於傳統母親嘅印象啦嚇。咁當然而家睇就會覺得哇，呢種母親太過迂腐咯，好似係咁樣。咁但係大家要記住，呢個係一個時代劇，佢係講緊60至80年代。咁而家嘅新潮女性當然唔會咁樣同你死忍啦咁樣。咁所以大家都要睇翻嗰個 context 係點樣。咁另外咧，譬如話，我覺得咧，即係如果讚咗阿媽，當然讚埋阿爸啦嚇。張錦程飾演嘅呢個樂生咧，都係相當出色嘅。因為感情演技好係人都知㗎啦，但係今次真係有好多篇幅俾佢演，而佢嗰種懦弱其實係好難演嘅。即係你點樣能夠演到一個人咧，即係有油膩啦，即係無才啦，即係佢係一個上士，一個睇相佬嚟嘅，最叻係噏嘢嘅啫。但係佢又冇乜實力嘅，但係佢又好中意周圍去即係拈花惹草啊、口花花啊、油腔滑調啊咁樣。咁但係咧，佢對住個仔咧，佢又好嘗試去做一個好爸爸嘅。當然佢做唔到啦。咁所以變咗就係話，其實喺呢一個咁樣嘅衰老豆角色之中，喺唔同嘅時間線咧，其實張錦程咧都係難度好高嘅。尤其是佢要表現到佢一種所謂嘅油膩啊、懦弱啊、虛怯啊、無能啊。唔係透過對白嘅，係透過所謂嘅關目啊、形體啊、表情啊，佢嗰個設計啊。咁譬如話佢有陣時就即係有某啲時空佢就係冇乜嘢做啦，成日坐喺屋企飲燒酒啊、食花生啊、動喺隻腳啊，或者係成日咧就睄住啲錢啊，個樣永遠都好寒底啊咁樣。其實呢啲咧全部都係演技嚟嘅，就唔係因為張錦程生出嚟係似一個寒底嘅人，佢係用演技話俾你聽，佢要做一個好寒底、好虛怯、好無能，又衰鹹濕，但係某程度上佢對個情婦係誠心意重嘅喎。嗰種人係點演嘅咧？我又覺得感情喺呢度咧，佢個把握又好好，又係一個演技教科書嚟嘅，就係演咗你唔覺咯，但係你覺得佢就係咯。呢個就係一個非常之重要嘅一樣嘢。咁另外仲有就係，我覺得胡子彤咧飾演呢一個表哥龍咧都係唔錯嘅，尤其是佢喺60到80年代呢段時間咧，即係喺呢一個順仔成長嘅時候咧，喺某啲嘅場口嗰度咧，我都覺得佢咧係幾搶嘅，因為咧佢飾演一個黑社會即係古惑仔嘅角色啊嘛。而70年代嘅古惑仔當然最叻嘅
就係扮李小龍啦。所以咧，如果大家細心睇咧，胡子彤打人嘅時候咧，啲動靜啊揮拳咧係有啲模仿李小龍嘅，甚至乎係我覺得佢講對白啊，嗰啲頭啊或者係啲表情啊，都係有啲模仿李小龍嗱，呢個都好合理嘅，因為喺60、70年代個個都模仿李小龍，個個都覺得自己係李小龍噶啦。咁啊，佢呢一個咧就可以話係紅磡李小龍咯因為佢呢個戲成日都喺紅磡嗰度出現寶其利街啊嗰啲咁樣。咁所以變咗就係話胡子彤咧，其實咧都幾搶眼嘅，尤其是佢喺某一個時空咧，佢都係出嚟行，佢係俾人斬完之後佢冇死到，但係佢跛咗，即係好似英雄本色嘅周潤發咁樣，係一個好落魄嘅一個古惑仔。但係呢個落魄古惑仔咧，佢都有佢自己想做嘅嘢嘅。咁但係有一場戲咧就好慘啦，佢睇場，但係佢就俾張文傑飾演嘅呢一個黑超哥咧就恰，哇！張文傑又好正，張文傑行出又成個張耀揚咁嘅呢套戲，咁啊俾佢揼，攞個玻璃樽卜佢，好現實喎。佢呢個玻璃樽咧就唔似睇戲嗰啲一卜就爆嗰啲，係卜極都唔爆嘅，係鐵頭功嚟嘅，咁啊好真實啦。即係其實大家如果攞一個真嘅玻璃樽係去坑人個頭，其實係真係好難坑得爆。但係你坑唔爆就更加卜完又唔爛又繼續卜，於是乎咧胡子彤喺嗰套戲咧嗰場戲咧就係俾人卜個頭，係卜咗好多次，咁啊好陰功啊咁樣。咁所以其實咧真係賣命演出嘅。所以咧我自己會覺得咧呢一個戲其實台前幕後咧都係攞個心出嚟去做嘅。咁當然大家即係我回應翻好早呢個節目開始嘅時候都講，其實 ViuTV 比銀河影像嘅 budget 都唔會多啦。尤其是呢套戲又係比較都市傳說，佢可能本是一個12集嘅劇集，搞幾年嘅。原來咧我睇翻啲資料咧，三命開拍嘅時候咧係2021年啊，嗰陣時仲係疫情啊。然後一路拍一路補，一路可能又改又補拍，又或者又一路停咁樣，然後就諗通先再拍，一路拍到去1-2年前，搞後期又搞咗成年，係好奢侈嘅一樣嘢。即係我覺得全香港只有杜琪峰先可以咁樣搞法咯，就係佢可以一套戲搞幾年，好似佢以前啲 PTU 啊文雀啊咁樣，嗰啲老細會唔炸型嘅。咁的確出到嚟係好亮麗嘅，但係我相信呢啲咁奢侈嘅製作咧，都只可以喺杜琪峰嘅手上只會出現咯。而頭先都講過 ViuTV 俾嘅 budget 一定唔會多，咁唯獨是可以點咧？咁啊就係不斷咁用佢時間咁樣去換咯。即係諗唔通就擺低先，諗通先拍，但係到好要拍嘅時候就好 firm， 而要求嘅製作嘅模式啊，或者係嗰個電影嘅語言啊，都要係完全電影化嘅。我唔當係電視劇拍，我要當係電影咁拍。所以你大家睇到好多嘅表達方式啊，好多嘅鏡頭啊，好多嘅片段啊，其實都係充滿住電影感嘅。譬如話喺其中一條漫畫線嗰度啦，咁啊講到遇到一個好大嘅暴雨，咁因為成班漫畫家佢哋住嗰個唐樓咧就漏水，就令到咧阿信仔嗰啲稿件咧就全部都俾水滴濕晒化晒。咁於是乎咧阿信仔咧就憤而咧就揸架電單車去到個天橋底嗰度，就拱冧咗一個垃圾桶，然後咧就喺個橋底嗰度咧就開住一個電單車，攞個車頭燈照住，然後咧就喺嗰個咁嘅垃圾桶上面咧就攞一堆稿紙攞支筆，咁啊瘋狂地喺度畫，要將所有自己諗到嘅嘢全部畫出嚟。咁嗰場戲咧，哇真係拍得非常之有氣勢，真係拍到一個咧好似有劍客咧即係要去決戰之前咧漏夜走去打鐵鑄劍啊咁樣死都要整把武器出嚟就去殺敵，係可以拍到一個咁樣氣氛出嚟嘅，係完全嗰幾成段戲都幾長嘅幾分鐘嘅，都冇對白嘅，但係音樂影像，但係你完全感覺到咧嗰個劇中人阿信仔嗰種佢要力爭上游成為一個漫畫家嗰種決心，嗰種熱血啊所謂嘅，咁啊真係透過嗰個畫面嗰度去呈現咗出嚟。又或者係去到後面，譬如話有啲黑社會線嘅，就係一啲所謂動作場面啊、劈友啊嗰啲咧，都唔係同我哋睇電視劇嗰啲咧，即係可能就咁隔幾招啊、幾刀啊嗰啲，大家追下咁樣。佢係好多都係透過唔同嘅鏡頭去呈現咗嗰種所謂嘅搏擊嘅搏鬥啊，嗰種咁樣嘅暴力感，甚至乎係即係唔同人物啊嗰種咁樣嘅情緒啊，俾人斬啊有幾激烈啊，有幾慘烈啊完全都係用嗰個鏡頭去表達嘅。咁甚至乎係去到可能某一啲都幾尺度大嘅一啲戲啦，譬如話
先陸澤信嘅蘇家樂啊，同飾演佢情婦嘅呢個譚凱倫咧，就有好激烈嘅床戲，係真係好激烈㗎。嗰個床戲唔係淨係大家錫啊攬攬錫錫啊咁樣，係有所動作㗎。電視嚟講真係算係相當之個尺度真係好大嘅咁樣。咁我自己會覺得大家要去 treasure 呢啲嘢咯，因為而家電視即係大家都喺度抱怨話，其實香港戲冇乜好睇，電影冇乜好睇，電視冇乜好睇，網嗰啲嘢又係咁。咁如果有啲人真係好認真地去做一啲嘢嘅時候，即係講緊係製作經年，咁你係咪都唔睇咧？即係我覺得嗱，即係好老實講，三命我開頭節目都有講，佢有好多製作問題，包括就係佢拍年代嘢唔似啦。因為而家2020幾年，你要拍翻60年代、80年代，其實真係好難。你香港點揾街景咧？而喺香港，即係咁樣嘅製作模式，咁樣嘅製作 scale， 你有好多嘢，你又冇特技幫手，你只可以透過就係一啲置景啊，啲人啊着翻啲時代衫啊咁樣行。但係你而家睇落去，講真，條街同80年代都爭好遠啦。咁所以變咗就係、其實好多嘢真係巧婦難為無米炊。但係我覺得製作方咧已經係透過佢哋最大嘅努力去。能夠用嗰個戲劇去 convince 你嗰個係嗰個年代咯，咁我都覺得都 OK 嘅，即係都接受到嘅，即係當然佢能夠再仔細啲就會好啲啦。但係嗰個就牽涉到錢同時間啦，咁我又會覺得我都可以接受嘅，即係呢啲所謂香港戲劇上面嘅一啲所謂不足嘅粗疏啊，我都可以接受嘅，因為佢戲劇上面能夠滿足到我啊嘛。咁除非佢話成個戲由時代感去到戲劇感都冇嘅，咁當然就好難接受啦。咁當然佢能夠做好啲就當然更加好啦。咁呢個冇得講嘅，我自己覺得。咁唯有就係、如果係佢哋嘅長處係喺嗰個所謂嘅戲劇上邊，咁或者可能下次再搞嘅時候就唔好咁大個頭咯，唔好咁大個頭搞時代嘢咯，咁啊搞翻現代嘢，咁或者會好啲咯。嗱咁咧就因為三命咧只係播咗1個星期。咁嚟緊下個星期咧就會有下5集嘅，咁啊結局篇嘅啦已經係，咁所以咧可能咧就暫時講到呢度先。咁我哋下個星期咧睇埋 last 嗰5-6集咧，就再同大家講埋咧個後半段係情況係點樣。嗱，因為咧而家個故事線咧都係去到所謂嘅成年嘅啫，咁啊中年嘅故事線咧都未去到嘅，譬如話你飾演呢個中年阿信嘅陳國邦啊嗰啲未出場嘅。因為故事線未講到佢嗰度啊，咁所以咧都可能咧去到陳國邦啊，又或者係之後其他角色嘅呢啲中年版咧出現嘅時候咧，就可以更加多嘢講。咁所以咧今日呢一集咧暫時講咗咁多先。咁我希望同大家即係都交流下啦嚇，你哋有冇睇三命，同埋你哋覺得三命俾你哋嘅感覺係點樣？咁好希望大家啦嚇都可以咧多啲 like 啊、share 啊、留言啊、讚好啊。咁另外仲有就係我哋有個 PayMe Code，希望大家都可以實體支持。咁當然希望大家可以訂閱我哋太理台，咁啊定時收聽收睇我哋嘅節目。咁今日呢一個講三命啊上半部嘅節目咧，暫時講咗咁多先啦嚇，暫時出住呢一節先。我哋喺下個星期睇埋餘下嘅集數咧，再同大家討論埋咧呢一個劇下半部咧個成績係點樣。咁啊希望大家咧繼續支持太理台啦。今日節目暫時講住咁多，我哋其他節目再見，係咁，拜拜。